如何安全飛得你？下喺大學裏面研究人嘅心理同埋行為模式嘅有心理學，研究遺傳嘅有遺傳學，而專研究同情人分手嘅學問，我哋可以稱之為分手學。無論男同女都好，想同對方講分手，除咗講我哋分手啦，我唔愛你啦，我中意咗第二個啦。呢啲咁罕嘅對白之外，其實仲有好多有創意嘅選擇嘅，係咪啊？拉醒 Sir 係啊，Madam 高，我哋會因應唔同嘅科目、唔同嘅信仰同埋唔同性格嘅需要，去制定唔同嘅 model answer 去俾大家採用。分手學之科目篇。遇到主修數學科嘅女仔，你可以試下咁樣同佢講：係我對你唔住，因為我已經厭倦咗你嘅小護士。我心儀嘅係一種擁有 P 字形曲線嘅女仔，你明唔明白啊？熟悉哲學嘅男仔，我建議你咁講。峰峰啊，嗯，我同你始終冇辦法消除結構主義上面男女二元嘅對立。我覺得我哋係時候走入呢個解構主義嘅思維啦。你會體諒我噶嗬？遇到對生物學有認識嘅女仔，你不妨同佢話：早幾日我喺一個完全冇任何生化防護措施嘅情況底下，同一位異性嘅靈長類動物進行咗一場體液嘅交流實驗。為咗你嘅安全起見，我從今日開始進行長期嘅自我隔離。你明個嗬？修讀機械工程嘅男仔應該會明白以下嘅理論。我真係接受唔到你嘅重量同埋速度咯。我個人比較中意馬力大、爆發力強、適合跑長途賽嘅四驅車，而你分手學之信仰篇。熱衷星座嘅女仔，你可以試下咁樣同佢解釋嘅：呢係巨蟹座，火星落喺月亮星座，我係山羊座，地球係月亮星座。如果我同你勉強走埋一齊，即係火星撞地球，會發生毀滅性嘅爆炸。我諗你都唔想㗎，係咪？相信面上八字嘅男仔應該會接受呢種講法嘅。麥玲玲話腮骨外露殺人唔使刀，我拎咗我哋嘅八字俾佢睇啊。佢話我在家剋父母，出外剋朋友，婚後仲會剋埋丈夫嘅性功能。如果你唔介意嘅，就繼續同我一齊啦。分手學之性格篇。想同性格急躁嘅女仔分手，最好就係用時間解決一切。Joyce，我真係好愛你，今生今世我都唔會再諗其他女仔。如果你嘅諗法同我一樣嘅話，我哋就喺18年後嘅情人節結婚啦，好嘛？你黐線㗎！15年後咧咁。想同坦白而又專一嘅男仔分手，最好方法就應該係呢個啦。峰峰啊，我想用我嘅坦白嚟回應你嘅真心啊。其實喺呢段相愛嘅日子入面，我同73個男仔約會過，67個男仔發生咗關係。但係經過評估之後，我都係覺得你係我最愛嗰個嚟噶。以上咁多個 model answer， 相信大家總會揾到一個啱用嘅方法嘅。一連2集嘅如何安全飛甩你咧，又完啦。各位觀眾，如果有任何疑問嘅話，可以嚟到我哋嘅 Facebook 留言。好衰㗎！無論男同女都好，想同對方講分手。但係經過評估之後，我都係覺得你係我最愛嗰個嚟噶。我係打針機嚟嘅。